南投竹山有238年歷史的林總本堂，最近要請人來整修門神的彩畫。有專家表示講，本地門神呢是中部真出名的彩畫師郭煥忠在生的時陣的作品。電影也希望講會將把本地門神保存落來。南投縣政府今仔日和專家學者做伙去現場會勘。這是南投竹山有238棟歷史的林家祖師總本堂，最近打算進行門神彩繪修理。南投文化局和專家學者拜過來會勘，藝術大學的教授柯良進一個看，就認出這是名家郭煥忠的作品。這是足明確的是郭煥忠先生因迄個體系迄種門神的門神班啦，包括伊這個劍啦，包括伊的手勢吼咧。吐喙手這個部分，這需要有真大的迄個畫圖的迄個功力，而且有法人遮爾流暢的迄種筆法。阮是認為講會當做新的門幫來替換起來，這個就做文物來保存。牌匾下面有一個刻名，寫着天赦，這是畫師郭煥忠的孫仔郭天赦的名。文化界人士認為有保存的價值，建議規片門來換新，舊的拆落來保存。按過林總本堂的主委表示，修理費有算這43萬外，換新的愛100多萬，無法度負擔。阮的預算這43萬5，但是呢，我有拜託個工業師講，你若這收起來，來裝做新的門類，愛偌濟？因為愛車120萬啦。加出來的部分，來互政府會當甲阮鬥下去，互阮安尼吼，會當好法來保存一個迄個。因為921大地震的關係，南投真濟珍貴的文物攏烏有去，門神彩繪保存較會引起關心。目前門神的彩繪並無文資的成分，南投文化局是建議林總本堂的管理委員會依照文資法來提出申請，交予專家來認定，予伊有文資的成分受到保護。文化局會當來協助。記者安義修南投報道。